狐狸和山羊。一天，一隻狐狸在井邊玩耍，突然，它在濕滑的石頭上摔倒了，它掉進了井裏。哦不，我現在有大麻煩了，我怎麼才能出去？狐狸想啊想，但是它找不到爬出井的辦法。它試着在井底堆石頭，但是它們很重，它抬不動。不久，狐狸變得很悲觀，沒有辦法出去，我會死在這兒。然而，一隻傻山羊停下來喝水，讓狐狸看到了希望。你好，上邊的。你好，你在下面做什麼？狐狸很聰明，他馬上有了主意。於是他回答：我在喝水。那兒的水好嗎？好，那是相當好，清涼、新鮮、乾淨。這是我喝過最好的水啊！山羊真的很想喝水，那些水看起來很好喝。我能喝點水嗎？當然了。我怎麼才能喝到水呢？很簡單，跳進來就好了。好的，來了，小心！山羊太渴了，來不及多想，它跳進了井裏。渴極了的山羊，喝呀喝呀。山羊很樂意待在井裏。狐狸很高興，因為他的計劃正在完美地實施着。水很不錯，現在我不喝了。不好意思，山羊先生，我們現在有麻煩了。什麼麻煩？我沒看出有麻煩啊。我們出不去了。哦，不，我們該怎麼辦？我們會死在這裏的。冷靜點兒，我有一個辦法。把你的前腿伸直，向上趴在牆上，這樣我就可以從你的背上跳起。那我怎麼辦？哦，別擔心，我隨後會幫你。好的，好主意。狐狸救到了井上邊，然後他跳到了井外，他準備逃跑。我怎麼辦？你這傻子，我幫不了你。但是你答應過，這你可不能怪我，你不該跳進井裏的。下次跳之前好好兒看看。狡猾的狐狸轉身跑走了。傻山羊孤獨一人被困在井裏，他為自己的愚蠢感到後悔，但是已經太晚了。